講啲嘅福音本攏從南河騰。嗱，即係嘅彼得1:3至1節咁樣講到，攏從做老婆順服一嘅老公，因為到係講老公唔順服對於上帝嚟講，คน嘢做老婆嘅順服對老公嚟講，有人家嘅生命本上帝。老婆要順服嚟講對老公，嗱老公自同要感同對老婆嘅尊重老公，對老婆尊重老公，唔係啲要熱心尊重上帝。嗱老婆攏仲做出啲順服嘅，有第一老公轉嚟本上帝，有第一老公順服上帝。嗱然後一個1彼得3至7一樣講到，你攏仲做老公一樣，一切係要嘅聰明智慧，隔一嘅老婆。老婆跟個弱嘅意思，佢唔應個弱冇嘅男子很強，是家係看顧嘅，是家係堅重，格是家強下，結公婆，格是家強下，社經理行嘅。到老婆嘅老公要大家合作，要聰明智慧，就上帝嘅範圍嚟行。那兩公婆嘅禱告喺上帝嘅裏面，一片上帝答應俾大家，一齊喺世間要平安，要快樂，要順利，要得勝。阿門。